澳門特區政府按照《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三個5年規劃（2026至2030年）》嘅規劃部署，精準對接國家建設金融強國戰略，用好中央支持澳門建設中葡金融服務平台嘅政策紅利，緊扣1+4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策略，加快發展特色金融業，推動數字經濟發展，強化風險抵禦能力。澳門金融管理局將持續健全澳門金融法律法規及金融基建設施，對接國際標準，切實維護金融體系穩定，升級中央證券託管系統 CSD， 培育壯大債券市場，推進與內地同國際市場互聯互通，加快發展投資基金業務，加大政策宣介，推動優質基金公司落戶澳門，促進澳門基金管理行業嘅穩健發展，豐富中國葡與國家金融服務平台功能，提升中葡人民幣清算中心嘅作用，服務國家金融強國建設，全力推進數字澳門元建設，構建統一結算平台，完善數字貨幣生態，探索跨境互聯，推動綠色金融發展，開發更多可持續嘅金融產品同服務，深化金融人才培育機制，結合各方資源優化金融加複合型人才培育，推動澳門金融機構參與橫琴建設，促進跨境投融資及民生金融便利化，以現代金融服務國家所需，發揮澳門所長，築牢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嘅產業新引擎。